大家好，今日復起來咧，同大家攞去看戲，看乜嘢戲咧？看嘅是係你榮幸客家採策劇團中年嘅構圖，4月30拜六，阿不啦7點半啦，5月初一下晝2點半，邀請你所有嘅鄉親朋友，拜託睇緊圖寫字，強下買票攞去看戲咧。聽年咧，你小嘅係你今屆來賓，哇，非常嘅榮幸，你邀請到係你嘅藝術總監。常榮幸教授分享。羅主持人你好，各位客家電視台面前嘅客家鄉親、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常榮幸。耶，分享教授，啲客家電視吼，也看客家電視嘅鄉親朋友。無人唔知客家台戲，也無人唔知常教總，對不對？所以教總只要說常榮幸，大家就知哦，真校長來上節目咧。哇，今天真的請歡喜做得請到校長來到亞邊同大家來分享，大家看到嘅短短嘅預告片，就是我們現在馬上會同大家來分享登場的一部新的台戲。中原的構圖，中原嘅構圖，哇，這個名字聽起來就易難咯，嗬。所以簡單來講一下，演出戲嘅劇情係乜嘅，故事係乜嘅？演出戲吼，係一體數嘅戲出，唔係傳統嘅也所謂嘅人家講忠孝節義嘅故事，係人家鐘落鐘秀珍先生一個小說去改編嘅，一個戲出呢。主要係描寫龍潭，有一個人按到撞阿木，一隻阿木，佢嗰種是日本時代，去南洋做軍夫啦，做樣派戲啊。其實我查到我見人係一隻憲兵咧，但是佢因為做軍夫，故所以產生到佢要去參加戰爭各方面。但是頭個樣輸到也就按你打擊啊，嗬！人一天會想到屋卡，因為家屋卡都講嗰兩時係要阿妹，要補娘，但是佢唔啲講佢係有一啲妹，就講佢離開世界，係盲講出來妹，但是下後可能到戰爭也頭個樣夫婦會啲講有一種愛啊！安尼情形啊，當然一方面也會想到屋卡啦，前後會雖然嘅戰爭當辛苦，佢也看到現場嘅各種嘅情形，最後會佢係呢變轉龍潭來，但是對於龍潭採地嘅人，就認為講阿木基金同南洋死咗，冇想到有一日。其實轉到龍潭了，出現到龍潭的時間，發現到家屋卡太改變，轉到阿妹本用基金冇到屋卡，加起來，嗰一隻一個聲音，按呢情形下，佢嘅希望嗬，就唔等於講，就按苦難嘅環境中，逃轉到龍潭家鄉來發生變故，當然嘅人嗬，就精神上有問題嘅。譬如看到佢就點點抗抗，佢當日去到個龍潭太廟嗬，佢會動態上係卡啦呢。我動到人唔啲，他個人因為只會點那樣嘅。係咪有問題啊？就因為嘢點，但是佢當年頭個。一個龍潭嗬，做一個天戰總演，就千日普渡嘅時節，佢也會強我到個地位，因為當然會沒有行嘛，會沒有嘅人咧，一個總路，前後輩就攞佢寫變到一個小說，變到總演構圖。我去感覺按樣型嗬，我聽高中按樣分享，我就知道，係像他談嘅講古有冇，就已經真好談嘅，真有一些故事。不過也把按樣嘅演出，我就感覺按樣經過改編過後，然後在舞台上按樣做戲，我就知道有一點點魔幻寫實按樣嘅感覺。對，係哦，係因為佢嘅心肝都有輕度嘅創傷嘛，對不對？錯，一隻戲嘅相當唔
好做，嘿，样个喏。嗯，一般迄做夜市的吼，主角吼，全部都是正常的人。嘿，哦，尤其中国做寿司的人啊，乜嘅吼，唔係才智佳人啊，做迄乜嘅叫青島嘅、青成功嘅事情啊，乜嘅咧。嗯。但是一隻主角呢，係甜嘅咧，一般人看嘢甜嘅，佢甜甜空空，我做1、2點鐘嘅戲嘅，佢冇按改位。嗯。不離過，啲戲嘅地方會當明顯嘅表現佢。雖然看到佢點，但是佢有正常的一面啊。嗯，係。那第一，故說佢嘅角色會彎來彎去，他在裡面等於是換來換去。係，唔會正常。這種是高中講按用很輕困難，唔過講實在話，係談高中按用講嘅事情，太啱唔有談到嘛。其實佢係一個日本兵，所以大家就可以猜到佢嘅時態，錯嘛？個大家就會想，亞洲嘅客家台戲嘅，你大家好看台戲，就會好看佢哋做按用嘅上夫，按用嘅衝強，按用嘅身段，按用嘅扮相。不過其實佢哋厲害，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我們是穿的是，所以講喺那個年代比較是接近現代嘅服裝。我用心客家菜茶劇團嗬，也差唔多有10年間啦，5、6年、7、8年嗬，我有做過幾下出係比較較現代。哦。之前嗬，第一次做到客家，我做到嘅羅房伯嘅故事啊。佢還有一段差唔多有200年啦。但是最後呢，就從清朝開始做一個新作，一個人行人。嘅一個祥言風月啊，一個故事。嗯。嗰刻橋呢就唔同型。嗯。好，嗰下來呢，還有做一個人嘅土鳖漢、古輩嘅老花姑娘。嗯。嗰個花頓舞。嗯。就西線橋嘅花頓舞。嚇，以至於。都也係做也就戲出，總人嘅構圖，總人構圖。嗯，你按到戲出都當現代還有以牙形容。OK， 其實以牙形容，古拜漢花姑娘，都還有個北部事件，老一個唔同型。嗯，也按到出做係日本時代嘅故事。也出總人構圖係親美方嘅。等於講戰爭，第二次大戰，等於講幾南洋軍府，還有轉來，就等於講清劍線，冇錯，佢所有作嘅服裝嗰度，就可以等於講差唔多都留一下，天台強用，差唔多係咁。唔過我知道真有意思嘅地方，就講高中按用分享嘅嗬，佢都地度係喺保留咧，按用啲客家台戲地度會有嘅衝腔，就是唱腔，對不對？他一樣唱，對。一般來講，傳統戲嘅很多唱、念、做、打，尤其按自家客家傳統嘅戲嘅來講，當中有就山歌菜茶、手跳。錯啊，嗯。除咗也以外，還有人家就講嘅蘭壇太曲，一啲東西。你也係人主要嘅做唔到幕題咧，有幕題咯就唔咩人客家戲，也唔咩人菜茶戲。係啊，好，但是背後他呢個東西呢，係也係現代故事。錯，係冇見做傳統人，有啲後生人啊，也係現代也看戲嘅人，而漸漸嘅也會知道講，就講也係做傳統戲嘅。就見我講跨界，其實就講，其實傳統戲嘅嚇，一直都有到嘅改變嘅，佢並唔係講冇改變，但是佢掛兩隻傳統咧，表示按照嘅人嘅方式嚟做，就講唱音做打做唔到幕題，嗰時幕題咯做唔咩啊？嗰就唔係台戲嘅，嗰就係人家現代，嗰就係現代舞台劇，只是用客家話嚟講聽聽，錯，對，錯，我談高中人講，我真嘅吃到吼，真的是有突破，然後也有一些分配，我嘅分配意思講，你要看清傳統嘅，我哋有哦，我哋保留到清好。唔過因為一下公司在時代已經改變，該有保留，大家嘅保留。唔過
迄讲做咧写到伊个后生人呀，迄讲其他嘅人来看，比如讲，我哋迄讲做现代，大家较了解，较现代可以有共鸣的剧嘛。我们一样，唔过传统嘅东西，像高中讲嘅模模体，大家很有创，因为糖的嘛，该线条啊，该有的我们都有。有。对，古种爱糖高中有分享，就知道哇，真年轻长掉呢，因为这个不同的面向，我们都同时一起在发展，跟一些改变。然后这也是为什么亚拜 TP 有像都高中来都鸦片，同大家来分享，总研究图亚出客家台语嘅原因哈，而且客家冇口客家 TP 嘅事情就会佢高中有偷偷透露，其实佢係真实嘅故事，对不对？也没编出来，唔係编出来，唔係完全虚构，它是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灵感来源喺底度。有，一人就當到兩探，佢將來都啲人都大家都地講做阿木嘅。是要3年啊。其實要按多年來就做幾下實事都係真實真人的故事啊。佢比如做嘅出，我講嘅伊亞形容啊，土北漢花姑娘啊，我沒有做一出人家用茶碰風名人啊。咩係講北部老亞嘅峨眉講碰風茶嘅事情啊。故事從這全部都比較現代，了解。好，所以所有嘅鄉親朋友，繞場大家來看戲，不過還有當到繞大家來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嚟講。讓請你嘅鄉親朋友強下來看，你嘅客家台語了，是嘅38兩，不7點半，唔嘅初一下就2點半。讓請大家買票來看戲，哇！你客家台語聽錯動站掉，故作今日當番繞場到係你嘅長高中呢度節目地圖咯，大家去小解。唔過你了團節目，繞場到嘅係戲出地圖嘅冉推薦分享。大家好，我係有幸客家菜茶劇團嘅演員，我到吳推薦。耶，好開心哦！真的輕後生嘅演員哦，雖然說走來那呆呢，不過就可以覺得又輕等一下，然後很年輕漂亮。我自己講起來都害羞。你也差不多。幹下夠，幹下，謝謝校長，害我突然間有點不知道。有點害羞起來，很難接話。不過很開心，帶真周的來到節目一度同大家來分享。因為我們一般看到做客家台語嘅演員都是有扮相的，那個扮相扮起來好好看。我說像傳統的哈，那有時候很少看到他們時裝的裝扮，就暗用嘅。唔好見唔見看到係暗用型哦，用金朋友而家看到佢係暗用型，唔講係講而去看戲吼，佢喺舞台檔唔係暗用型哦，有時候會認不出來哦，真的，這就是周一。神奇的地方哈，不過亞團這邊為什麼要邀請戴真？因為戴真在裡面其實飾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會高中講嘅這個阿木，男主角嘅補娘，還有摩耶，對不對？補娘有摩耶，姑送你是一個人分飾2角，黑嗎？沒錯，這次在中原的構圖裡面，就是一個人要分飾2角。那其實，在去年劇團的巡演的大戲《法頓》，我裡面也有就是嘗試過，但是同一個角色，只是因為一個是年輕的時候，然後一個是已經結婚的婦人，對，所以有了類似的經驗之後，這次也有相同的演出經驗，但是其實對我來說是蠻困難的。對，因為我們隨着阿木他的精神狀況的問題的關係，所以其實他會1秒就把我誤認為是他的老婆，所以你就可能立刻在台上演老婆。對，然後就是可能不管是自己演員本身的聲音，或者是身形身段，然後以及就是也要麻煩團隊的妝髮老師跟服裝老師，就是幫忙進行不一樣的快速變裝。對耶，哈，黑公阿木把他認成是老婆，他因為我們其實因為客家台語唔係按簡單，佢嘅講法嘅方式，對不對？上條他的這個肢體，因為客家台語肢體動作是很細膩的，嗰種你嘅肢體動作馬上就要是一個阿妹補用嘅用誒。如果黑公他突然把你做摸耶，你馬上就是摸耶用誒，對不對？那只是一個表演而已。如果喊家冇 Q 用，你要立刻換裝。
对，所以在于声音方面会做调整。对，最大的是声音方面，因为其实我们这一出戏跟以往的传统戏比较不一样，我们的身段可能会比较是接近现代化一点。对，就少了很多，没有着重在于四功舞法。对，就是可能要这个指法，对，都比较不会看到，就是比较现代化一点。对，所以就是会比较着重在于希望自己在声音的调整上能更多，让观众就立马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是不一样的角色。对，因为观众看戏就是要入戏，那我们能不能入戏，其实就会演给表演。郭松，你在转换上面，如果马上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会跟着这个角色入戏，所以转换成功很重要。对，听说你在这中间的转换有过程当中，有一段，比如像念白，是用念白去做一个转换，是吗？对，会不一样。比如说像是就声音调整。阿爸，你看这片啊，好像有客家戏的表演，你去看哪里好吗？这个就是我作为女儿的时候，你看我听得出来，会比较高亢，然后轻巧可爱一点。可是我身为像是老婆的话，我自己就会尽量压低嗓子。但是其实压低嗓子对我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音色都是很独特的，那也是天生的。那加上就是我要是演一个老妇人，其实压低嗓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就只能尽量去做。那如果演妈妈老人，妈妈也没有很老啦，黑公做阿妹，你的嗓子大概会变得怎么样？大概就是你是在个讲嘞，我冇想会糖。就大概是会放粗，比较粗，对。那其实如果是我，俺也不会周音，我就直接是妇人呐，就会，好适合哦。没有，俺意思讲，哇，这真的是要瞬间转换，那个调整要很快速。对，你等一下按钮，你唐贡你叠迪度同阿木有一段对戏很难。对，因为为了要呈现，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加上是因为角色的个性关系，然后老师也就是希望能设计让观众有更多听到不一样的客家曲调。对，所以我们在角色方面的那个唱腔就有调整，就是我们是唱一首歌，可是他唱了3个系列的，那我唱了平板系列的，但一起唱是一起唱，然后这样不会打架吗？这就是难的地方，对不对？对，很打架，因为你冲爱呀冲，唔讲你爱冲爱给挑，你冲你给挑，唔过会冲哈冲，啊爱去 say 啦，你会 say 么耶？对话，你冲的一讲，你冲的太难呢，太难了。就是他可能一唱的时候，我会被他的尾巴的那个旋律给影响，就会很想要跟他唱同一首歌，这就很困难。不一定哦，搞不好是阿木老师被你影响，会不会？因为根本你男主角冇来，嘿冇听说男主角来，因为我不要被他的腔给拉走。哇，这就是因为这除了不是考验表演，这真的是唱功，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哇，所以我们这次在这牙白中应该给我突了出去底度都做在堂里都按用给这么高难度的东西。有，你看哦，呀台家堂友就会提讲呀是演员的部分，不过台家会提，你看你的表演有这样的转换，你看硬体设备也要跟着转换，你的服装嘛，对不对？妆法啊，所以其实你听说你要换装，你刚才前面有讲到。对，所以你是怎么样离开舞台立刻去换装？但我们会随着剧情的发展，然后设计先让女儿这个角色先下台，然后大概只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就要变成另外一个样貌。1分钟，对，差不多。一下就会太嘎给。就会张惠妹演唱会呀，在演唱会有没有开演唱会？从听一条狗的时间很快耶，1分钟的时间你就会分钟。对啊，哇，压力很大哎，因为太高一点，客家太音唔系从扑机用做的 NG 从嘛，就会先从吃脚来耶。对啊，哇，那你现在今天来上节目，整个还好吗？整个快要演出，压力好大，基本还会排戏，对，彩排。所以等一下录完影还要去练，对不对？好了。哇，所以客家乡亲豆豆不能理解客家台语豆豆的记清，看你下可能搞从自己亲身来，对不对？到大家的分享，理解冉冉推进按后生那度聊片咪
动人进在做两件事情，而且高中有讲哦，其实佢係好老人哦，吼，哦，迄是好人。吼，好老人，讲你看佢做咧谈的是客家话，做咧创客家台戏。哦，佢都喺做戲，佢都創業着，創業嘅着，你唔知啦，你唔知佢好老人，你唔可以以為佢好老人。愛啲哦，這就是很值得鼓勵的一件事情哈。不過其實大家有談到，我看佢嘅角色按樣迅速轉換。哦，還有那個妝髮也按樣迅速轉換。可是聽說室內的場景，也是要配合按樣嘅劇情，所以這是在舞台的設計，還有機關也是比較複雜，對不對？所以佢用也可以用轉的舞台，哦，都圓形的舞台要轉，佢轉係用演戲轉，唔係用機器哦。乜嘅意思？就係演，演哦，唔係公眾演員，唔係演。要演呢，啲對方要演要有蘿蔔香嘅，要當然要做到蘿蔔香嘅，蘿蔔香去送，要真係轉到個阿木頭個上嘅，頭個上嘅叫做係貴嘅，新一種人叫做貴嘅啊，也貴啊的。哦，所以我們在視覺上面也是非常嘅用書哦。對，因為我們除了聽覺跟看表演，可是這一次因為整個融合了很多現代的手法在裡面，所以它整個我這樣子聽起來，高總來一個鋼管用語，它其實融合了現代很多舞台劇的一些天推舞台嘅設計跟一些技術，然後融合我們客家傳統，整個這樣子揉捻在一起。錯啊，因為你到劇場地方啊，也因為那個戲劇中心也太表演堂，佢有轉台，也就利用這個轉台來處理。OK， 郭叔安勇，我們這整部戲多長？要出去幾場？要分上半場到下半場，加起來差唔多就2點鐘以內。哇，所以整體6點鐘等於是一氣呵成的感覺。但是東方有些困難。滿意下吼，像按勇影按複雜的一部戲，因為這中間你看角色轉換，然後阿木迪度他也自己的這個虛虛實實的這種轉換。然後它的時序也不是像以前我們看戲會很習慣，是我們的時序是一條線。姑說壓巴壓唔黑，對不對？你們的時序也是有一些，也是蠻挑戰這個表演者，跟蠻挑戰我們這一次的製作團隊，對吧？錯，其實咧看起來係講阿木也三年都要總演做總演嘅，挑戰總演個音樂咧時間那個戲嘅，但是音樂但是對阿木來講。佢隨時就會夾個心情，我轉變到佢南洋打仗嘅情形。對，錯吼。因為回想佢頭擺盲走家下情形。你不能盲走家就正常嘅人啊。但是跳，我按你跳。佢我跳嘅理由就講，投入過程當中，佢不斷嘅過程當中，遇到某種事情嘅時間，佢我跳走。哇！黑高陽講，其實唔單止戴珍這邊很辛苦，其實蘇老師也很辛苦。全部辛苦。他很辛苦。佢當辛苦哦，佢真係一下子要轉變。真嘅吼，哇！所以向前面有談到一啲受戒道理下吼，尤其係聊堂節目，台中慶幸嗰度節目裏頭，然後大家都分享佢自家角色嘅轉換，還有高中咧大家分享，咧整個規則舞台嘅設計啦，然後係講其他嘅硬體的設備或是軟件設備，其實都讓大家非常嘅期待吼。還有嘛嘅精彩嘅故事，同你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咧詳細嚟講。繞場你家鄉親朋強下來看伊哦，底下特別推出嘅係李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嘅總演嘅構圖，是嘅3時拜6，暗晡7點半，5月初1下晝2點半，大家買票去看戲哦，哇，非常嘅期待吼！聊天節目，基本嘅節目繞場都係你嘅陳高中，然後你地圖嘅冉冉哦，戴珍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真的好精彩！我光聽跟那個想象。就覺得這次很辛苦了吧，校長？是，很辛苦。因為公司採訪，因為你看這麼難的劇嘛，這麼難的挑戰，然後一直不斷的突破，一定是辛苦的。製作一部戲本太敢看，
按哪个东西，其实幕后的制作团队就是越来越辛苦，就是这样。可是乃迪校长给核心思想就会按永影，反正就是一直努力，一直往前冲，保留传统，现在又可以结合创新。对我觉得这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创新的也其实后生人呢也个安尼啊，因为其实很多行的路。对，但是本身俩迄菜茶是也传统的东西，按照乜个精彩的东西，其实就一定要滴。听错也个线嘛做唔得，模特是做唔得。所以其实就一方面吸收呀精彩的一个传统，但是另外一方面佢又必须要用一下现代的方式，来展现来吸收也就现代的后生人也就要落来看得出。冇唔錯，迄模啊吼，既然用傳統嘅也都聽過傳統也就也冇辦法接受，係啊，佢都冇辦法開發而後生人也演呢一個所有嘅觀眾朋友。古松還想咪講天電視推嘅改編，就是我們要某種嘅面向。可是就像校長一直強調的，我覺得我舉雙手一定要支持，就會傳統嘅東西那個精髓。那個是一定要保留的，但是那個保留以後，剩下的怎麼樣去跟亞哈嘅鄉親朋友、亞哈嘅後生人有乜嘅共鳴、乜嘅連結，然後高中講去吸收佢哋，那是另外一個創新的做法。你想想看，那個唱腔、那個身段，那個是這麼珍貴，那個是一定要會的。好，如果更多亞太家底哦，我們剛剛講嘅故事輕精彩哦，場景也輕精彩，太家都底客家人當年就有安永嘅中原普渡，裡面也看得到安永中原普渡的場景，對不對？哇！而且唔單止按永聽，像賽神族呀、泰斯雅呀、疊地都有100米度也在就是像一個那個新婦的流行上，嗰一尊創六的泰斯雅。哦，是重新製作嗎？我當然啦，佢也要靠佢啊，因為佢平常時差唔多做係做創意的點，也不要做創六。靠啲係啊，對佢來講，佢講最講嘅佢人啊講叫我特別做創業啊，人家創業我跪下全部嘅比例冇叫講太價1/3啦，對啦，所以佢全部要重新做，一天咯，天二我就愛嘅東西做唔得，然後嘅像佢過泰式呀安尼過安尼，因為佢安尼落去嘅燈光啊就打落去，都會發啦必噃。配合燈光，呢度配合燈光，佢過嘅泰式呀呢，跪下素色嘅拍色咧。係哦，用周一嘅時間用燈光去染色。燈光，因為燈光會改變啊。係啲。但是做過天神嘛，哈，因為泰式呀屬於一種神啊。對。我辦到嘅我也在泰式呀呢，係屬於一種場景道具。我做唔得老正經嘅泰式呀踩到了。cái踩到也很慢慢嘅，我就麻煩啲嘢。我啦做到同認真咯，已經變到真實嘅嗰種麻煩。哦，愛啲高中唱神容易啊！了解。可是你看，這中間的細節要注意到，唔單止喺周一聽哦，還有按用嘅細節要估哦。係啊，睇下講到兩個演員啊、故事啊、場景啊、燈光，對唔對？泰式也來到呀。不過大家可能還有哦，音樂很特別，要不要個音樂設計？戴真對，你看戴真一直點頭，你講對，要不要音樂也去貼去設計嘅？當然，因為佢一杜方要貼佢關乎到總演，做總演嘛，杜方要透視嘛，係，故所佢杜方我有一些老人儀式咧有關係也嘅安尼，一些儀式可以按有關嘅東西，嗰如果上到也係用龍潭嘅客人做總演咧嘅儀式咯。可能要無強用，當然冇用呀，無強地方嘅口語意思嘛，冇用，故所我理解嘛，我啲係乜嘅東西，故所有嘅安尼嘅元素多度嗬，嗰佢又有娘主公哦。跟有人拜鹽嘅東西，我都有讀嗬。係啊，而我都有讀啊，糖都有拜鹽。哇！我有嗰個佢還有人自家傳統本來嘅一道創強一道。嗰個親主要就講，
当阿母记头个回想的东西，佢迄神经头个回想嘅创的东西，然后佢现实面创的东西，使我无穷样。我说对佢来讲，有没有也种个考验，我下一个那个冲强的时间，我有当到，我就所以讲，真的老烦呢。啊，我哋其实。对，就会告众讲因为它的剧情跟背景给关系。比如说，你看你在那样的场景，就一定要有八音嘛、拜银嘛，哈。那传统仪式可以的跟银哦要有嘛，还有演员本身要冲给那些调。那我又还有日本战争啊，伊迄个战争那个，我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嘛，氛围音乐。啊，对，吼，所以我觉得变复杂了耶。当然。轻复杂呢。嗰那我要含有幾要含也拜拖延呀，設計嘅乜嘢咯？人家就學法講作頭見，其實嘅係乜嘢咯？嘅做因為中原嘅時節，像太師洋用嗰個自在，一杜峰呢，用個杜峰自在嘅兩仙人，做嘅兩仙人來做串場，其實係自在嘅人。但是都佢來講一件事情。都咩都未下，佢有咩中央可以手踢？但佢係屬於戲種戲。佢一方面講，佢有時是用做戲來表達。啊，哇，好令人情不應期待嘅一出戲，哇，挺有意思誒！你看唐高中เรา台這樣分享哦，你時間過得當家，所以2分鐘停停。其實你大家都有按用個單元吼，大家按就快問快答啦。不過可以來2分鐘停停，要有輕度嘅題目，這樣子好了，我一人挑一題。其實高中也唔底下乜個題目，因為這個題目可以千變萬化。好，我問一下吼，先問乜嘢？我先問戴真。好。戴真哈，因为你要较简单哈，好来，戴真问一下哈，在荣兴历来的演出当中，你最想成为哪个角色？不能想太久，没关系，这有没有对错？那就是阿木了。哦，你想演阿木？因为应该说，因为他很近期，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挑战，就是看苏国庆老师在演的时候，是真的是挑战很大。对，哇，喜昌有谈到哦，他最想演阿木，哇，很挑战，你看一下黑嗓你，哇，好，再来哈，那个问一下高中吼嘞，这也很简单啦，本以3个，因为你要讲亚出戏讲都按景菜啊，本以3个形容词，你会形容亚出戏，你会用哪个形容词？亚出戏哈，嘿，中原的构图哦，中原的构图，对一個主角係親難的 ，OK， 因為點的主角 ，OK， 親複雜的一個人嘅場景，複雜嘅場景，親複雜的音樂，親複雜嘅音樂，他剛有談到就會點呢，其他剩下2個係複雜，所以其實就會一出親精彩又親難嘅戲出，就會按容易，哇，真的太棒了，其實要。里面有很多啦，我們最後一題好吧，因為好像只剩差不多1分鐘，最後一題我問一下戴真好了。好，這個演出前你會習慣做嘅事情？沉澱心情。哦，就在旁邊安靜，對，然後保養嗓子，對，然後保養嗓子，喝熱水，喝熱水 ，OK， 要輕爭寵哈，就是一個愛惜自己，哈，先沉澱自己。哇，太棒了哈！所以改向前面，今年只是東方宇宙的繞牆台架哈，來強下來款戲哈，繞牆台你該高中，然後推薦呢度節目地圖，感謝高中，謝謝戴真，有機會都嚟接下來嘛，分享青島嘅有意思故事。你都唔看開始到目前為止，你鐵白槍啊！哪有沒捱啊？好啦，感謝高中，感謝戴真。繞牆你所有鄉親朋友，家家來買票，一塊你掠出去，總應該叫圖哦。聽聽下來繞牆鄉親朋友，強下來做認同了。中戲福喜來理解，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理解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